动吃，来做事。吴妞，龙狗，没有孩子的日子实在太棒了！干杯！今天天气超好的，真的，而且我觉得我们自从有了小孩之后，真的要2个人可以好好聊天的时间很难。因为我每次工作完，然后你可能来载我或什么的，我就觉得那段时间很珍惜。但这一次呢，就是你来到湖口，我就觉得哇，可以让你到你的娘家，对，可以更理解我小时候喜欢的是什么东西。而我们这一次呢，就是你知道湖口其实有很多就是古建筑，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巴洛克式建筑啊。然后这一次呢，就来到湖口老街，然后带你来逛逛。跟我介绍一下这个巴洛克式的。对啊，因为我觉得台湾很漂亮的建筑物文化，尤其是客家这部分，我觉得身为客家女婿的你一定要了解一下，对，了解一下，没问题。我今天要带你来吃的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哎呦，小时候味道，对我来说就是外婆家的味道。对。然后每次一来了，我都会吵着说我要吃姜丝炒大肠跟板条。哪一家？就是这一家。哦，渔家小吃。没错，走走走。好。小家好。大家好。还有给我些炒台炒嘛。有。太棒了，有哎，走走走。来，哇，期待。我真的很喜欢这边的台宠，因为它的那个台宠就是长得白白胖胖的，跟我们一般在北部吃的完全不一样，看起来好肥哦。对，就是它有点像那种 QQ 的麻糬的那个感觉。然后我自己非常喜欢，而且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一吃的时候，因为它的醋味很重，会爆开，会绑在你的那个整个鼻腔蹦出来。你是有点害怕，对，因为我本身是非常怕吃醋的人，所以我才一直让你那么有安全感啊！你不要担心，好，我爱你，我不吃，吃看看。好，来干杯，干杯。你可以吗？哇，哦，酸，它的醋是很有层次的味道，然后吃起来它真的好有嚼劲哦。然后我每年回来，然后我妈妈问我说你要吃什么，我都会说我一定要吃这家的姜丝炒大肠。哇，它咬很久哎。对，而且你越咬，你会觉得它的香味越来越散。所以它的醋你是可以接受的，还可以接受，因为我真的怕醋的味道是它有一个太刺激的味道。对，但是它这个是剩下酸。就我没有感受到那个我不喜欢的那个醋味，所以它感觉是有一个就是深度，是有层次的感觉。好吃。你说这道叫什么？客家话怎么讲？姜丝炒台宠。姜丝炒台宠。台宠。对，好。你确定你讲的是正确的？当然啦。那你讲一下这道。半条。哦，半条。就是勾勾都有那个勾勾连半条。好，来吃吃看。它的辣酱看起来很赞。这家的那个辣椒做好好吃哦，很厉害。哎呦，我闻一下这个。我看你说客家板条哇，很多会做成是汤的或干的，但是我更喜欢它用炒的，然后加些油葱的那个香气真的很赞。再有一点很特别是，譬如说北部的那个炒板条，他们都是以肉丝，对，那南部的话都是肉片。哦，对，还有不一样。我自己每次来湖口，我就很喜欢吃大肠跟板条，对，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是在北部吃不到，味道很香，而且你知道板条为什么就是会在就是客家这边流行嘛？因为它其实这边以前就是重要的发源地啊。然后大家在早餐的时候呢，就会想说，哎，他时间都很忙，他们制作板条的时候可能2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它用再来米去蒸，蒸完之后就是变成一条一条的板条，所以可以做汤的、干的，所以就变成他们主要的主食。你喜欢吃这个板条吗？真的很好吃，很 Q， 对不对？对啊。那我等等去跟老板买一些板条，然后今天做一些不一样口味的板条料理给你吃。哦，你确定你不是直接买一份？你说跟老板买一份，然后直接买一份。老公，这是我煮的。而且你还是先买了一个原料，然后再买一份藏起来，就让你看，假装在那边切菜。对，我才没有这样子做戏做那么满，我是认真的。是。好，期待。那等下跟老板买。好。哎，这边是湖口老街。对啊。你不觉得这边很眼熟吗？哎。你有没有看过《僵尸道长》？有。暂时停止呼吸。有。怡红院。就是这间。就是这边。对，来怡红院找婷婷。哦。对啊。那现在要找谁？现在找豆腐。挑夫。豆腐。对，没错，我们现在找挑夫。挑夫是不是？我自己很喜欢挑夫。好。哦，是这间吗？对呀。豆滋味。有卖豆腐吗？有啊。哦，哎，老板，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们的豆腐那么有名？哦，我们都是用有机黄豆，然后是用手工做的，然后我们老板也拜名了很多老师傅去学习。哦，就等于说你们拜师学艺，请老师傅教你们。对。哦，这很难呢，因为通常老师傅是，就你知道，就传子不传外的。对，那个师傅他也是，没有人要接，然后呢，所以我们老板就是到处去拜访各地的老师傅，然后终于在湖口老街有找到一个愿意教他做豆腐的人。所以你们的豆腐是自己做的？对，我们都是手工做的。那我可以学做挑夫吗？我也要。可以呀，那我们走吧。走。哎，我们要来做挑夫了。这一锅是豆浆，对，这个是已经煮好的豆浆，然后现在要加热它。哦，而且它是隔水加热，对不对？对，这样比较不会烧焦。所以豆浆叫挑奶，那牛奶片跟牛奶有点像日文牛奶。那我们现在加热豆浆，对，然后加热的时候呢，就请浩尔就帮我们不时的搅拌它一下，好，不时就好了，是不是？对，不要让它烧焦哦。OK。这有温度计有需要控制在几度？我们通常的话会是在85度到90度就可以来冲豆花或豆腐了。哦，所以让它慢慢的加温。对，那我们通常做豆腐呢，就是只有需要3个条件，一个就是水、黄豆。哎，有2种黄豆是不是？对，这个的话呢是干豆。干豆。对，干豆就是没有泡水的。那我这个已经帮你们先泡水过，这个是已经可以。这个是泡水前。泡水以后就会长这样。对。哎，那它是不是要泡多久时间？它的话大概是10小时左右。所以如果说你要做的话，就是前1晚就是可以先泡。对，没错。那这个的客语怎么说？这个是 Wong Tail。翁条黄豆，翁条，翁哦，哇，好难哦，翁条，对，好，那再来就是凝固剂，这2个，这是凝固剂，凝固剂其实就是矿物质，那如果是在山洞里面的凝固剂的话，就是叫石膏，这个就是石膏矿，原矿，对。然后如果是在海里面，我们有时候晒盐有没有？晒盐晒很久，下面有那个卤水跑出来啊，这就是卤水，这个就是卤水。请然后来试一下我们的凝固剂呢，因为我知道做豆腐需要卤水，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卤水的味道是什么。哦，做豆腐就要用这个凝固剂，哦，就是把豆浆凝固成豆腐的一个媒介，块状，对，没错。哦，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天然的矿物质，这样，再1滴，就1滴。1滴试试看。我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感觉到的是很咸，但接下来我感觉到的是辣。
现在我感觉到的是苦。你说咸，然后苦又辣，你的眼睛要变成凤眼。不是，就是有3个口味啊，就是从咸到辣到苦。臭豆腐不要那边一直不要讨论这个卤水的味道。哎，我要不时的搅拌一下。我们现在到几度了？59度。OK， 那我们在煮豆浆的同时呢，等一下我们可以做挑福法。挑福法。豆花，对，挑福法就是豆腐花的意思。这个是我们已经加了凝固剂的，就我们刚喝的那个吗？对。然后等一下热豆浆冲下去，静置一下就会变成豆花。哇，原来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冲豆浆了。85度了，对，刚好加热到这个85度。对，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做挑福法。那我先来冲一杯哦。好。先装一半，感觉好烫哦，超烫的。对，好，然后呢，直接冲进去哦。好。哦，走灯哦，不用倒满啊，什么 Pokemon？ Get up， 什么意思？刚刚那个是什么意思？刚刚做得到吗？哦，走灯吗？嘿，走灯吗 ？Get up， 好，这感觉真的是非常先装半杯就好，冻哨哦，冻哨，很烫，对，很烫哦，要小心。那怕冷呢？很冷，冻浪，很冷，冻浪。好，来直接冲进去，可以这样子。好，再静置一会，它等下就变豆花哦。哦，那慢慢的沉淀。对，对，就是这样。然后我们现在可以起来偷喝豆浆。你想要偷喝吗？好，来，你可以试试看热豆浆。这个是有。就是完全无糖的，无糖豆浆，而且很好喝。来，我来喝喝看。它就是喝完之后，你会感觉到嘴巴有一层那个豆香的那个膜。我们豆浆其实还蛮浓的。所以，譬如说多少的豆子是要配多少的水？好浓郁哦。对啊，跟在外面喝的是不太一样。真的是。而且那个香气会香到鼻腔。哦，好好喝。别忘记，我们今天要做挑福。对，那我们先来冲豆腐哦。好，我们这个温度已经到了85了。对，白烟。每次打开我都觉得超香，真的又有种要早上去上课的感觉。好，没错。然后这个是我们刚刚就是调制好的凝固剂。对，那前一个我们是用卤水，这个是用这是石膏哦，这次换石膏。对，然后石膏是可以吃的矿物质哦。因为刚刚有讲到石膏比较稳定。对，没错，拿来做豆腐。所以我现在把它倒下去了嘛，我有点紧张。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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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次来哦。一次是不是？对，只有一次机会哦。用力冲下去，倒快一点，好，再全部倒完，很好。那在等它凝固的时候呢，我们就先来吃挑福法。耶！挑福法。哎，这是我们刚刚冲的，已经凝固了，你看 QQ 的，变短短的了，好想吃哦，好蒸蛋哦。这就是我们做的挑福法。挑福法，对，今天帮你准备了2种糖水，一个是我们一般的糖水，一般的糖水就黑糖水，然后这个呢是我们有炒过的糖。哦，对，炒过的糖因为有颗粒感，感觉很像焦糖感觉。对哦，你们2个都可以试试看，但我建议你们可以先试吃原味。好，对，原味就有那个豆香味哦。好。就是淡淡的豆香味。那你要自己挖吗？好，自己来。就变吃糖了。真的？这是你们自己炒的吗？对，我们自己炒的糖。黑糖。用黑糖去炒。跟砂糖。我蛮喜欢的，就是它会有你吃进去的时候，你会有颗粒沙沙的感觉。我没吃过刚出炉的，真的比较嫩，有点像烤布蕾的感觉。哦，你加了这个糖之后有这种感觉，没错。这个就是一般的对口感，对一般的口感。对，我们来做这个挑福了。对，这是我们刚刚还有它冲的豆腐。挑福有成功吗？有，很成功，还好没有失败，太棒了。对，
对，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打破，变成豆腐脑。这个我们请玉妇来帮忙好了，打破它。哦，就这样进去搅了。对，你是比较想做这个环节，因为刚刚那个压力感觉比较比较大。轻松哎，这只把东西捣烂这样。好，这样就可以了，对，不用太这样就可以碎。了然后这时候呢，我们把它倒在这个模具里面哦。好，看起来像蒸蛋啊，对，对，豆腐脑，它汤汁流出来是正常。这个就是豆腐水。哦，它就会把它滤掉就对滤了。掉那。豆腐水的话，就是有很多很好的元素，然后我们的师傅的手都会非常的白泡泡。我有听说，就像什么那个什么，那可以拿来擦脸。也可以，还有什么酿米的，好像也会。酒酿也可以。哦好，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拿这个汤匙把它铺均匀平一点，哦，均匀，哇，好对 Q 哦好！Q 的。这就是你等一下要自己做的豆腐喽。它是很软 Q，然后但是很有支撑力这样子。对，好，这样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布啊，把它铺好来，好，把它铺满，把它包起来，对，把它包起来，好像包便当的感觉。对，好酷哦。还要小心哦。好，好，那我们这个上盖再把它盖上去。是这样子。对，直接盖上去之后呢，还有我们把这一锅水把它压上去。你说从上面这样压吗？对对对，直接把它放上去就可以了。那我们就等待它大概10分钟左右，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一下你自己做的豆腐长什么样子哦。好，那我们现在来缩时摄影你说，10分钟的缩时。那你等一下，好 ，OK， 你要这样抖10分钟哦。太久了。所以这个已经压好，对不对？对，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脱模，看一下，感觉好正式的那种感觉。对啊我们的豆腐到底会不会成功呢？好像回到古代的感觉来啊。，好，我帮你一下。哇，对，这个就是我们做的豆腐哦。哇，这真的是很酷。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说冻烧，冻烧哦还很烫对，哇，这个时候就可以掀开它，这就是你们做的豆腐哦，豆腐。好漂亮哦，而且很香哎。嗯，但是现在这样子就可以吃吗？还是要必须烹调过？哦，可以直接吃。哦，可以直接吃对了。，你要吃吃看吗？我想吃吃看，因为我没有吃过刚出炉的。做完的原味豆腐，对，我帮你们切一块一。小块。哎，温温热热的，你试试看。嗯，好好吃哎。嗯，好香哦，那不用调味就好。哎，我没有吃过那么嫩的板豆腐，而且是板豆腐很新鲜的豆腐，豆腐这是板豆腐，都是板豆腐，对，这是板豆腐。因为通常你在，比如说我们一般去吃的时候，它外皮会比较硬，嗯但它的感觉就是嫩嫩的，但是它很扎实。嗯，好好吃哦，完成了！哎，真的我没有想到我们会做豆腐，真的，而且我没有想到我要做一个料理的麻婆豆腐是从原料开始做。对，好棒！我们学到我们食材了，真的谢谢 Sabrina，谢谢老板娘，谢谢谢谢老板娘那我们出。发吧。，走，这是百香红芭乐，红心芭乐，红心芭乐，那芭乐芭蕾，芭蕾，哎，芭蕾，芭蕾那是跳，百香呢？听起来好像日文哦。对对动吃动吃，来做事。你看这个地方哦，其实它当初就是因为这边有火车码头，然后这边很多做生意的地方，所以呢，这边有很多巴洛克式的建筑。那其实以前巴洛克式的建筑呢，都是一些譬如说可能是有名的商家。那我自己是很喜欢看这些建筑物上面是刻的是什么样的花样。哦，我发现他们好像每一个雕花都不同哎。对，就譬如说有些人大部分可能以客家为主，有些人可能是树花，或者是以一些植物为主，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欢像这样子雕刻的东西。是真的每一家都不太一样。对，而且他们都会把自己的姓氏呢也都刻在上面。哦，是这些都是名字就对了。像这个就是客家很标准的，像春花这样子瓷砖这个，哦，在当个年代是非常难的一个技术。哦，是吗？就是像因为颜色吗？对，鲜艳，然后对称做的好看。我真的觉得巴洛克式的这个风格是非常冲突的，因为它就是中西合并，真的是中西合并，就是欧式的这个形态，这个架构，但是是中式用中式的方法来做。就这个红砖瓦，就是有
混合。像譬如我每次去看庙的时候，我也会去看，想说，哎，它这个代表什么意思，有什么寓意这样。是，保留的很漂亮哎。然后地板也都是这种十字路。对，而且你知道这是什么花吗？你猜猜。客家花。油桐花啊，油桐，所以客家就是油桐花。对，是代表他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很厉害的竹花的那种感觉。哦。小阿姨来吃水果，好多水果，而且你看节目有来采访哎，啊，前面都可以试吃哦。哇，好多，喜欢再买哦。哇，好多。哇，看一下。南疆是什么？南姜混吗？对。哦，你这样真的会讲，可以吃吃看吗？前面都可以试吃，哎，对。哦，吃吃这个小番茄，而且颜色很黄哎，吃吃看。哦，你们看南疆番茄。哦，这南疆很甜哎。哇，这是洛神花，哇，长得好特别哦，我没有看过洛神花本人。新鲜的那个洛神花。那洛神花客家话怎么讲？洛神花。哎，无籽感染。最近胃食道逆流很严重，是这个吗？对，它整颗都膳食纤维，哇，比吃酵素还有用。对。哎，我没有看过那么大颗的橄榄。哦，吃起来好健康的感觉哦，很好吃。都可以试吃啊。那种情人果的那种感觉，对，它吃起来像情人果，味道像芭乐。哦，对，好像两个东西混。对，口感像情人果，味道像芭乐，而且很脆，很脆，好好吃哦。这是百香红芭乐，哎，那芭乐怎么讲？芭蕾。那百香呢？Tokeso。Tokeso 听起来好像日文哦。对。Tokeso 芭蕾。Tokeso 芭蕾。哇，超刷脆的哎。好吃哎。哎，你这样逛了这样一整天，你觉得是不是要用客家话跟老板问说多少钱？要哎，那你教我一下这个多少钱的这个客家话怎么讲？是几多钱？幾多錢？條價幾多錢？200條。200條。條是塊的意思哦，200條。來，錢拿出來，老婆管錢，200條啦。買2袋吧。200條啦。200條。那謝謝要怎麼講？安之誰？什麼你？安之誰？是不客氣啊。哦，不客氣嗎？是。海陆的謝謝哦，不一樣的說法，哇，學到了新的，謝謝安之謝謝。好，那我們現在在前面有一間雜貨店呢，有間雜貨店，你是說真的是有間雜貨店？哎，有一些可愛的那个玩具，哎，菜瓜布哎，啊，你看，这是真的菜瓜布哎，我很喜欢这种东西，就是譬如说如果有做馒头还是什么的，哦，这个是蚊帐，对，这是什么那个菜那种什么罩子，菜雕还是什么？对，就是罩起来就蚊子就跑不进去了，这样哇，看起来是一体的，很可爱哎，超 Q，这是菜瓜布，这洗澡用的，不是洗碗啦，哦，洗碗用的。哇，这是那个梅干扣肉那个梅干菜，我没看过本人，我都是看它已经煮出来的样子了。还有这个金桔酱，客家福菜。哎，其实你来到这边就可以吃到很多就是客家腌制的菜肴。而且来到这个地方啊，我妈每次都会带我来拜拜，祈求我平安健康。是，就是这边非常有名的三元宫哦。然后里面呢供奉的是三官大帝，而他在1919年的时候呢就成立，至今这样应该有105年的历史。哇，照古迹耶，祈求平安。好，你看，就是我上面说的，它的庙就是比较简约，然后都是比较没有这么的夸张。对。你看哦，你知道客家庙跟闽南庙有什么不同吗？
哎，你这样一讲，我觉得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哎。那如果是客家庙，就会比较简朴，所以他们会以花为主，就比较素雅一点。真的哎，真的哎，好多花哦。而且颜色也很特别。闽南的庙好像都比较偏向是神明跟神兽啊，或者是12生肖，比较华丽一点。哦，真的耶，真的不太一样哎。我们来祈求，就是我们希望一切平安、健康、顺利。好了，时间差不多，那我们回去做饭吧。好，走。做饭。然后那时候你不是一吃完之后觉得哇很好吃，对。然后你就说为了要感谢我，于是你就说那你要自己做牛排，然后给我吃。对。我就满怀期待。对。就一吃完之后，我想说哇，这个简直是惩罚哎。因为你知道我以前自己做牛排，我就想说哦，我自己做出来的应该是蛮好吃的，因为那是我自己学出来的一个心得。在你自己吃的时候，你有觉得？有，我吃完以后，我想说我做这到底是什么事？动吃，来做事。老公，你要做什么菜给我吃呢？不牛，我要做麻婆豆腐。很棒哎，我觉得你学的越来越好。Really？ 你知道为什么要做麻婆豆腐吗？为什么？因为你是个麻辣的老婆。这个麻辣是身材辣还是讲话比较辣？都有。哎呀，哦，求生欲很强。boss。好，那我们来做菜。好，你从一刚开始不会煮菜到现在会煮菜，你自己心里面有觉得什么样的感觉吗？其实还没有太大的感觉。我觉得你那个切菜的技术没有跟老师学好哦。真的吗？因为你切菜应该手不能这样放，这样子对不对？对，没错。你还记得哎？当然了。但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切的有点太大块了？我觉得应该是要再切。应该是切中间切半。应该是要切半。可以啊，慢慢这样做。没关系。对，你就切半。先切半。你说这样子剖是不是？然后你手放，对，很好，这样子。好。不，你把它叠在一起，可以一起。你说叠在一起这样？对。这有老婆在就是不一样。这样应该抓这个量就可以了吧？我觉得你可以，斜切吗？我觉得你可以切到这边，直接到这边。对。然后切片，对，切片，然后切丝，再切末啊。no， 转直的，对。什么？你这样切片。你说这样切啊？对，切片。好像先切长的丝之后你再。我说先切丝再切。对，然后你可以把它像扑克牌这样摆平。好难啊！算了，我就直接切了。完了，看起来好像很不妙。还是我帮你切末，然后你先去看要不要腌制其他的东西。不要，我要自己来。好。我要做给你吃的。但有时候切菜会切很久。我跟你讲，你之前一直那个说我切菜切很久这件事，就是让我真的是不想做。不要把人家已经让你去上课了。但你知道吗？人就是有这个过程，就像你剪接不会剪得比我快是一样的意思啊。好，这个 OK 了，这个 OK。对，我觉得你等下姜可以大概放一点点就好，不要放到那么多。不用全下就对了。你记得那时候我们住在那个松山，然后我们就是每个月都要在为那个房租烦恼。对。然后那时候跨年那一天，我们原本想说要出去吃饭。对。但那天就是餐厅不好订，位又特别的贵。对。然后我想说，那我们就在家里煮饭好了。然后那时候刚好看到一个那个台北很有名的牛排的主厨，他在教怎么做牛排。对。然后我们就去想说，那我们去 Costco 买那个牛排，然后回家看他那个怎么煮，然后做看看。对。然后一做惊为天人，超好吃。然后那时候你不是一吃完之后觉得哇很好吃。对。然后你就说为了要感谢我，于是你就说那你要自己做牛排，然后给我吃。对。我就满怀期待。对。就一吃完之后，我想说哇，这个简直是惩罚哎。因为你知道我以前自己做牛排，我就想说哦，我自己做出来的应该是蛮好吃的，因为那是我自己
学出来的一个心得。在你自己吃的时候，你有觉得？有，我吃完以后，我想说，我做的这道什么乐事？好，哎，我跟你讲，我真的是一个不太会煮饭的人。我发现我对于味觉这件事是没有办法掌控的。但我自己觉得你应该只是不熟悉，因为你看一刚开始你不会煮红肉汤，但是你到后面是真的会把红肉汤煮得很好吃。对，是。然后就饭下来煮得很好。是。好，最后还有蒜头。好。你要注意不要切到水。剁。哎，其实我备料备好了，我可以开始煮了。好的。好，那我刚刚准备好这个调味料了。你加了什么？水。水。啊，水是什么？客家话吗？水。啊，还有酱油。挑油是豆油的酱油豆油，然后还有糖。糖是，哎，我想想啊，桶。OK， 好，这样就完成我的调味，然后还有豆瓣酱。豆瓣酱在这里。好，看到了，好。我先把这个下来爆香。好。噔。哦，香哎。好，你接下来要加什么？绞肉。你绞肉大概这样子。哦，差不多。好了，下。哎，那我记得你跟我讲说你很喜欢洗碗。我有一度真的很爱洗碗，因为我觉得洗碗的时候会让我整个人清静无为。你就沉浸在里面。对，这是真的清静无为啊。今天学到客家话，豆腐。挑夫。没错。那酱油。挑油。没错。挑油。那豆花。挑复发。没错。挑复发。哎，你很聪明哎。挑复发，我不是聪明，我其实记忆力非常好。真的。但是只有短期的。哦。就是我只有今天会记得。你知不知道我刚刚想问什么？你刚刚想问什么？为什么结婚纪念日都会忘记？你刚刚说记忆很好，我说不是因为对我来说每天都是结婚纪念日啊，我真的是很难记得结婚纪念日。那你讲这样的话，那你跟我吵架的时候怎么不想说今天是结婚纪念？我跟你讲，我们都是在结婚纪念日吵架。对，哎，好可怕。我们结婚纪念日一定吵架，超奇怪。为什么？是一种魔咒。超奇怪的，超奇怪。我需要加的勾芡。哎，我刚以为我有捞到哎。这样就好。好。哎，那今天吃那么多料理，你最喜欢什么料理？哦，我觉得你今天带我们去那个瑜伽小吃，板条，是颠覆你自己的。因为我以往不太爱吃板条的人，但是因为他今天那个干的板条，我觉得是真的很赞。因为他煎的那个干板条就有点像是港式的那种味道，你是比较爱。对，我是真的蛮喜欢的。好了，我的菜完成了，耶，看起来其实还不错，我觉得蛮不错的。好，这次要做一个炒板条给你吃。那其实我们今天吃过的就是客家非常传统的炒板条，就是搭配猪肉。但是我想说，今天我们已经吃了那个鹿，你要来点不一样的。对，我今天想要来个海，所以选的是虾子。赞哦！那我先来切个蒜头好了，备一下料。我记得你好像一刚开始你说你对虾子会过敏。哦，对啊，我是虾子过敏王。还是王？我小时候看到虾子，看到我就过敏。对啊。别人是吃到以后才会，我是心理阴影。因为我那个时候去看医生，然后我就跟医生讲说，为什么我会对虾子过敏，然后他检测了一下我的体质，好像没有。哎，
发现原来是心理阴影。哦，我记得有一次，是不是你看那个粉尘，就是电视上面有打那个很多粉尘，然后你就打喷嚏，对。所以你心里的阴影很重，对不对？不是，就是可能精神层面影响我生理层面蛮严重。这次学到很多就是客家话，我觉得很有趣，还蛮好玩的。然后有时候会有点像粤语的有时候像台语，有时候像粤语。对。哎，那你下次回来的时候可以跟九九他们讲那个客家话。你心想说压力有点大，有点大。那你那么会做饭，是不是受妈妈的影响吗？有啊，而且我记得我就是妈妈料理真的很好吃。妈妈也是真的非常会煮饭。对，然后我小时候因为家里很穷嘛，然后我妈妈都会，比如说我们想要吃猪排，然后我妈就会特别去买市场买比较厚的猪排，然后就是配上那种铁板面啊，然后把它弄得很像我们真的在餐厅吃饭这样。你妈不会还去买了那个下面那个有一只牛这样子，对，有一只牛这样子，然后然后那个蛋还是打进去，然后有一个盖子这样打开，然后还拿着一个白色的围裙说请用餐这样吗？没有，那种夜市牛排通常不会做这件事情。我觉得煮饭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就是你看到别人吃到你煮的那个样子，这个会是真的。就像别人看到你做出来的任何一个作品，就哇，他称赞的时候，你就会心里很暗爽。哦，会有一种成就感，对不对？那超强的成就感。那你自己吃到喜欢的？我以前其实吃东西是很随便的。就是我随便吃就可以了 ，7-Eleven 我什么。因为你工作也很忙啊。对，我就是根本不挑，随性。但是从开始跟你在一起之后，我吃了你煮的东西以后，我觉得外面的东西都是垃圾。哇！我要跟我阿姨说，你觉得她做的东西都是好吃的。阿姨是自己家里。对。我说的是外面的东西。挖洞给你跳。但是我和你说，我以前就是初2会回那个外婆家嘛。对。我的外婆跟外公就会煮那个麻油鸡、麻油腰子。但是我吃过人生最好吃，阿婆都会拿1匙盐，然后拿一个小碟子装着，然后你再把汤加进去，然后就变成一个清的酱料，对，然后蘸一下，哇，超好吃，是真的超好吃，因为我之前吃过你用我推荐的方法是很不一样，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它有一种把腰子的腥味去掉的感觉，然后提升它的那个味道，对啊，我觉得大概就是像牛排的概念吧。你这次是切得很好，我觉得我这个如果要我切，我会切到明天早上。好，下来用那个白胡椒腌制一下，但是我就喜欢稍微就是先腌制一下，然后保留那个食材的鲜味，对，就不要让它的那个味道整个被盖掉。对，水要开了，对不对？对，好。然后这个时候，这奶油它不能在锅子很热的时候下锅，不然它很容易就会焦掉。对，所以就可以在这个时候放下去。对，然后放一点蒜头。这个虾壳你是要拿来用的吗？对，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你知道虾壳不能浪费，因为它炒出来就是有满满的香气，然后一定要炒过。有些人可能在熬高汤的时候就会直接下去水里面炒，但其实炒过的香味才是最浓厚的，真的很香哎。对呀。因为其实我来到了湖口的时候，我很想我的爷爷，因为我爷爷很疼我，然后他是前2个月去世的时候，我很感谢你都一直陪我回来。爷爷看到你在我身边，他一定觉得很感动，因为他知道他的外孙女有一个后盾，有一个陪伴的人，我就再也不孤独。动吃，来做事。好，我们先煮完高汤，然后我们等一下要煮别的了。好，你看这汤汁是橘红色的，很漂亮。我们煮完这高汤之后呢，我们就会先来炒板条。好，但是我们这个炒板条是有点像是干炒牛河的做法。那我们就是热锅之后，我们不放油。为什么？因为本身那个板条里面本身就是有油了。它不会粘住吗？对，它就是本身有油，所以我要利用它本身的这个油的状况去帮它把舒展筋骨，香气也比较足。
哎，说真的，那时候你说你要去考厨师的时候，你说在上课的时候，你跟我讲说，因为你怕我以后太忙，然后没有时间可以煮给小朋友吃。对，我怕你去工作的时候小朋友饿死。对，因为你知道你在家里是几乎不拿刀的，或者叫你切水果，或是把东西切一半，你都是拒绝到不行的人。是，但是我就真的觉得这个不是我的专长，但是去学了之后，我发现其实人好像真的学一下，好像都还是可以的。但是我去上课以后，我才发现，我们的差距还是天与地的差别。为什么？没有，我发现我上完了课，就是我能理解这个概念，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刀工可以，但是我发现你对味觉的状态，这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你上次变一道菜出来，然后我吃的时候，我真的是很 shock。然后你跟我说这个是这个餐厅跟这个餐厅跟这个餐厅的外带回来做成的，然后我真是佩服到脑洞大开。不是因为你怎么会知道这3个东西的味道是可以搭在一起？因为确实就是，比如说我有时候看那个美食节目，对，我看他们这样炒什么，大概你就知道味道有了，就是嘴巴就是会有那个味道，大概吃起来是这样。我靠，你这是神童你这个根本就是某方面的周杰伦。周杰伦啊，周杰伦类似绝对音感啊，你听到这个空，你就知道这个是什么音，这是什么音，然后他就可以把它写成一首歌。我觉得你应该就是有这种能力。哇，人家把我捧那么高，我很开心对，那是美食界的周杰伦。我跟你讲，因为人家说抓住一个男人心，要先抓住他的胃。是，这个我当然知道。对，所以我觉得好像有成功当然了。我们刚刚煎完这个虾子之后呢，我们就是直接加，就是用那个原本的油，然后加蒜头、加洋葱，然后爆香。那蒜头跟洋葱可以炒出它的香气。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刚刚就是有干炒过的板条放进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做出来的东西感觉特别健康。我觉得做料理就是你希望吃的人觉得好吃，然后觉得健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对于主办的人的期许。是，对。我们刚刚就是炒完之后呢，我们就要把这个高汤慢慢的加进去，然后我们就先用这样呛边的方式，然后让它慢慢煮到里面，因为一次如果放太多，它煮起来就会有点像是汤面，但是如果你是用这种方式，让它慢慢吸收，对，它就会呈现干的状况。然后我剩一点点汤的时候呢，我就会来加一些酱油膏跟那个酱油，对，酱油膏，调油膏，对，调油膏。今天有学板条，半条，然后这时候我们再加入那个我们挑好的豆芽菜，哇，然后把虾子都放在哇，你这看起来好像虾酱意大利面。对，就是有点。我这是你的东西啊，是有点中西合并的，就跟这个巴洛克式建筑是一样。没错，果然是客家人。而且我们今天又来到这个地方，果然是客家人。最后要起锅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香油，增加它的香气。要炝锅吗？就是稍微，它没有办法炝嘛，因为就是少少的。好像用醋才有办法炝。然后就再加点葱花。好了，这样就可以了。哇，完成！哇，你知道吗？就是平常在家里吃饭都是我在煮，对。但这一次呢，这道料理是你有一道是我的，没错。你为什么想要做这道料理呢？其实呢，因为我其实是不吃辣的，然后因为从认识你开始，因为你都会煮一点辣的，然后就逼我吃嘛，慢慢的我就发现，其实我可以接受辣，所以我煮这道料理其实是想要告诉你，我可以为你改变，任何事情我都可以，不是妥协，而是接受，就是我是真心的为你改变。那你呢？
我觉得我做这道炒板条的其中原因就是板条就是代表我们客家人最精髓的料理。那因为你，所以我开始学做你喜欢的吃法，就是你不喝汤汤水水，但我把它炒成是这种干的方法，然后用更天然的方式，然后希望你可以吃得更健康，然后我也很谢谢你，就是你总是包容我很多，然后。因为记得我来到了湖口的时候，我很想我的爷爷，因为我爷爷很疼我。然后他是前2个月去世的时候，我很感谢你都一直陪我回来，然后陪我走完就是爷爷丧事的所有东西。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说是很难的，因为有些人不喜欢接触这些事情。但是你都一直陪伴我，然后和我说有什么话想跟爷爷说，就讲出来。我觉得你给我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我会觉得爷爷看到你在我身边，他一定觉得很感动，因为他知道他的外孙女有一个后盾，有个陪伴的人，我就再也不孤独，所以我也很谢谢你。而且今天你在做这道料理的时候跟我讲的这些话，我觉得也很像我想跟你讲的话，然后很谢谢你来到我的身边。那你可以尝一口。你是不是害羞？对，我要让你尝一口。我吃看看豆腐。你先吃看看那个我的状态如何？真的吗？哎呀，经得起你的认证呢。怎么样？其实不错。你觉得没有给老师丢脸？真的不糟。不糟。而且感觉很下饭。但我忘了去籽，真的是蛮辣的。没有关系，我觉得你好啦，你在每次忘记去籽的话，你吃辣的东西可以越来越好。我还是比较想要吃你的东西。真的吗？对，吃看看。你的东西真的就是这样子。你看我做的就是一个基本款，但你这个就是感觉市面上没有。这个就是只有在家里才吃。给家人的料理，真的。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追的那个剧？他说给家人的料理就是不一样，真的，真的。我希望默默可以开始热爱吃我的做的饭。真的是希望。还好，他现在只吃白饭。我最拿手的就是白饭。他喜欢吃什么，我拿手到哪里就好了。好吃。所以这次的约会你是喜欢的吗？喜欢，还行，谢谢你带我来玩。这次再回到湖口的感觉很不一样，因为我上次在回到湖口的时候我是奔丧，所以对于爷爷的思念非常的强烈。那这一次我觉得走了我自己小时候非常喜欢吃的店家，我觉得是件很棒的事情，因为很像回到小时候那种很纯真，然后很单纯的喜欢，然后更像是那种学生时代，譬如说你和朋友分享说，我跟你讲什么东西很好吃，然后他也很认同这件事的感觉，真的很棒。所以在这趟旅程，我觉得是很幸福的，就是有点很像是双向奔赴的爱情。就原来他也是这样子想的，所以感觉好像又再谈了一次恋爱。你可以
行，像是蔓延，像是欢喜，像是笑嘅也经验。